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日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，而且有参考到这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因素，确定明年的基本工资增加到27470块，起4%外，也若算点钟的是起到183块。这基本工资已经是连续起8届咯，这个新政策按算伫咧明年元旦开始实行。 劳团集合伫劳动部外口抗议，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初八伫劳动部顶场，对着场外抗议，劳工、资方、学者甲官方代表经过4点半钟讨论，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这因素，决定明年基本工资由26400块调升到27470块，时薪是比较这调幅由176块调到183块。 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7470元，时薪调整至183元，调幅大约是4.05%。 对着今年拍破历年审议的共识，调幅比外界有期较悬。柯明春强调，今年为了反映民生物价一直起，所以讲加27项重要民生物资的起号做参考。而劳动部推估，月薪调悬了后，大约179万名劳工薪水会增加；时薪部分大约60万名薪水有增加，合计239万名薪水拢有增加。而基本工资对蔡政府上任以来，对20800块调悬到27470块，调幅超过37%，时薪调幅 超过52%。我们希望能够去完成那个蔡英文总统的梦想啊，但是在整个的经济成长率那么低的情形下，不满意，但还是接受了。 对着这波调薪无亲像劳方的预期，虽然无满意，不过应接受。严格资方认为调薪幅度超出预期，尊重不过无保证。 适度的调整基本工资，我们没有反对。有大选，执政党一定要调整基本工资，这是对劳工的一个承诺。 劳动部强调，结果真紧来订步行政议协定，从明年元旦开始，基本工资已经进行调整，也呼吁资方适度为劳工加薪水，才法度加人才留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